关系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国片消失的情人节开始来放映了后，这个拍摄的地点嘉义东石的白水湖寿岛嘛对咧红起来。其中这个白水湖寿岛的布岸边有一个稀温的旧公寮，因为地层拆落爬荒废弃，留下一个用枯的这个马桶。因为会当欣赏到真水的海景，所以封为台湾上水的马桶的秘境。我带你去一个地方，我的秘密基地。国片消失的情人节票房超过1000万，或者处境在嘉义县东石乡白水湖寿岛有够像。这秘密基地到底在哪里？其实就是在嘉义东石这边。县政府特别拍音乐片来宣传，这个白水湖寿岛确实有够水，因此有真侪影迷专工来看。电影和这个所在串起来，其中有一个所在变成热门的转开景点。岸边有一个马桶，有真侪游客是专工为伊来。这较早是渔湾的工寮，因为地层的下陷，留一个马桶伫岸边，而且旧马桶会使欣赏到真水海景甲黄昏的景色，所以讲被称之为台湾上水的马桶景点。有真侪人专工来这，就是为了要翕一张伫海边啊旧马桶的相片。